Just 姐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举办的研讨会；司政边巴次仁对加拿大和美国展开访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出席喇嘛罗桑追悼会。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出席达兰萨拉藏医力算学院成立63周年庆典。第27届学顿节在达兰萨拉开幕。卫生部在世界卫生日举办马拉松公开赛。欧洲支持西藏运动在欧洲议会启动。阿加仁波切向日本议员介绍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暴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4月8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工会议厅出席了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领导力与幸福课程主讲教授亚瑟·布鲁克斯和他的团队主办的为期2天的领导力与幸福为主题的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在会议上致辞时，反思了母爱的力量和对慈悲心的影响，并且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同灵心对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的重要性。亚瑟·布鲁克斯教授则强调了从慈爱的至高无上到分裂的假象这6条具有变革意义的经验，由此呼应了对仁慈和同灵心的共同承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4月4号开始对加拿大和美国展开访问。司政于4月6号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当天在多伦多的西藏文化中心礼堂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司政在讲话时表示，藏人仍在努力解决藏中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愿。因此，司政呼吁流亡藏人继续致力于西藏自由事业，防止社区内部出现分裂的情况。鉴于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正在美国参议院审议，因此司政简要介绍了他在此次访问北美期间游说美国各界政要的行程。在结束多伦多藏人社区的讲话后，司政边巴次仁于4月7号与多伦多周末藏语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互动，并单独与当地藏人青年进行会面，期间介绍了西藏高原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同样，司政还召集了加拿大各藏传佛教中心的代表，讨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及尊者90岁庆祝活动等议题。在此次访问北美期间，司政将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佛蒙特州、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会见议员、高级官员和其他政要，以及当地藏人民众，并计划参加数场研讨会。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于本周二4月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由国际佛教联合会为该组织创始人之一拉达克高僧喇嘛罗桑举办的追悼会。主办方在追悼会上首先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发来的调研信，随后国际佛教联合会成员和喇嘛罗桑的友人发表了讲话。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和拉达克政要以及100余名各界民众出席了追悼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兼代理司政塔兰卓玛于上周六4月6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出席了藏医律算学院自第13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创立以来的108周年，以及自1961年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重建63周年庆祝活动。当天的庆祝活动还恰逢藏医力算学院第21批医生和第11批力算师毕业典礼。
塔兰卓玛部长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过去63年来，藏医立算学院在流亡中保存和发扬西藏医药传统的同时，为藏人社区和世界各国的病患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上述与会嘉宾依次向藏医立算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以及卓越学术获奖者颁发了学位证书，并向服务年限达到20至40年的医师和员工颁发证书。与此同时，第27届流亡藏人社区学顿节暨藏戏盛会于本周三4月10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拉开帷幕。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作为首席嘉宾，与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兼代理司政塔兰卓玛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等政要出席了开幕式。在为期1天的各参演藏戏团的预演活动结束后，首席嘉宾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在发表演讲时，高度赞扬了境内外的藏戏团为保护西藏丰富的戏曲文化所做出的奉献和努力，同时强调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领导下，才使得流亡藏人有能力保护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仁波切在结束讲话后，相续向每一个参赛的藏戏团转赠了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提供的10万卢比的赞助金。在为期13天的学顿节期间，来自印度、尼泊尔和美国等流亡藏人社区的藏戏团将依次表演西藏传统8大名戏中的苏吉尼玛、曲加诺桑、朗桑文波和卓瓦桑姆传统戏剧。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将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全程进行直播。此外，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与达兰萨拉藏人定居点行政办公室联合于上周日4月7号世界卫生日当天，在达兰萨拉举办了男子8.4公里和女子6.6公里的公开马拉松赛。当天的马拉松比赛吸引了来自从退休公务员到学生，从工薪阶层到个体经营者，从医生到家庭主妇等91名男女参加。在印度各地藏人社区医院和卫生中心的倡议下，各地藏人也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庆祝了世界卫生日。与此同时，在即将于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选举前夕，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共同发起的欧洲支持西藏运动于近日在欧洲议会正式启动。该运动专门设立网站，为所有成员国倡导西藏的权利和自由团体提供平台，以期获得2024年欧洲选举候选人对西藏的支持，并质询他们的政党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这项运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合发起，并得到驻伦敦和日内瓦办事处以及国际西藏网络的支持，旨在动员欧洲议会现任和未来议员，支持西藏组织和各人权团体、欧洲藏人社区、藏人自愿游说小组成员和所有其他支持西藏团体重建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确保西藏问题继续出现在下届议会的议程上。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日本中国人权监督议员联盟于本周三4月9号邀请正在东京访问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阿加仁波切，在日本国会参议院会议厅向日本各党派的议员们介绍了他在西藏的生活经历以及西藏发生的宗教压迫事件。阿加仁波切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他曾被赋予崇高的宗教地位，却被中共共产党领导层控制和利用。当他被要求辅导中共扶植的班禅喇嘛，并被迫做违背他宗教信仰的事情时，他决定逃离西藏。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感谢阿加仁波切的演讲，并表示这对议员们获得有关中共在西藏实施暴行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大的帮助。
他向仁波切保证，日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中国在西藏和南蒙古的压迫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王加布阿若亚博士和庆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的大野训教授为阿加仁波切在日本国会的演讲提供了翻译和其他协助。而阿加仁波切的著作《逆风顺水》日文版在演讲期间被分发给与会议员们。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